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新闻导视台头先就来报人才。指挥官陈时中宣布讲，三级警戒时间要延长到7月2日，不过餐厅甲部分场所变作是带条件开放。日本送予台湾113万ton AZ 疫苗，伫今下晡也送到位，按算一礼拜后开放予第9类甲第10类的民众来住。台湾友邦海地总统吉宏刺杀身亡，有正大使表示讲，邦交关系应该是袂啥变动。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18个本土病例，也有3个带病入境，另外也有3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有伫咧控制，也考虑到还佫一寡感染事件，所以要把这个3级警戒时间延长到7月2日。不过，一寡场所会小可开放予民众去做活动。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步增加18例本土病例，以台北市11例上济，新北市6例，各增加3例死亡个案。这是疫情3级警戒以来一天新增加病例数新低纪录。在这段时间疫情以来，可以说是本土的病例最少的一天了哈。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往下。陈时中表示，国内疫情已经在控制当中，依然有部分感染事件发生，经过评估，决定延长全国疫情警戒第3级到7月2日。不过，适度放任部分措施，比如有条件开放户外区的国家公园、游乐园区、休闲农场、学校运动场、教训班等。室内亲像美术馆、博物馆、电影院、无观众的表演场馆、文化中心等。餐饮场所亲像餐厅、传统市场、甲夜市、百货卖场、美食街、美食区等，符合指挥中心指引应开放内容。另外，开放9人以下国内小型旅行团，也个剧组应继续拍片。这9人呢，包含随团的服务人员那在每一次的行程开始之前，当然要备妥酒精、口罩等供旅客来备用。那更重要，在行程的安排之中，相关的交通工具或餐饮都是采用梅花座或提供套餐的方式来处理。那住宿的方面，原则上呢是安排2人1室或1人1室。不过，有部分场所因应3级警戒延长爱关门，比如休闲娱乐场所的歌厅、舞厅、酒吧、酒店、MTV、KTV、美容院、三温暖、钓鱼场等，依然未当营业。社区大厦、乐龄学习中心、客诉中心等也拢关起来，也有关店、观赛场所、游泳池等3级警戒期间也未当营业。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是进入到农历7月的普渡，那目前呢，这个都是属于宗教活动的形式，所以都还是维持不开放的状态。但市长强调，新规定为7月138点开始，地方政府研看防疫需要，因时因地调整放任对象，地方甲地方会随时检视，也做滚动式检讨。要拼7月2日降级，才是真正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对后礼拜2开始，若法度遵照规定，百货公司店家夜市就会当开放予人客伫店内面用餐。若准时百货公司大卖场，再有人员来确诊的时阵，接触者一定要隔离以外4块链等的专柜，也拢要停业进行大消毒。食饭所在放假房，影收起来，个游防锁线禁止入去。因应3级警戒，原本应内容台北102美食街今年外早，不过随着国内疫情慢慢缓和，指挥中心宣布为下礼拜2开始，只要符合指挥中心的指引，等有条件放任百货卖场、传统市场、夜市伫内底食物件。我是觉得可以稍微开放可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开放的话，还是会蛮多人去吃的，但是也是会怕这个是一个破口了。根据指挥中心的规范，餐饮业者未解封措施要有假放，每会做或者是应维持食饭时阵的社交距离条件之下，应伫内底食饭。不过人员要严格落实健康管理，加强环境消毒，顾客要10连制以外，也要调整用餐的方式，以个人套餐或者是分菜了后才进桌。自助餐是以服务人员专人来夹菜为原则，桌也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会控制人流的进出。那之外，你所看到现在空置的这些餐饮区，我们也会把这些桌椅再复归。但复归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撤掉大部分的桌椅，来更加的拉大这个用餐的社交安全距离。那另外，你所看到现场的这些立式的座位，如果是不能够移动的话，而它有
不足以维持安全距离之余，我们也会直接不开放。那我们每个小时呢，都会针对我们的这个自助餐的取餐夹消毒，并且做一个更换。那我们在餐厅的部分呢，也会增加这个现点现做的餐点，外场的这个人员也会佩戴口罩啊、面罩。不过，由中式餐饮专做合菜业者认为，未解封了后，爱介意个人套餐或是日本菜了后才上桌，根本做不到。上来都是家族的嘛，然后都是家里的人来，怎么可能有办法帮他们分一人一份？而且做也是一定会做一起啊。素食业者麦当劳表示，为维护顾客甲员工的健康，暂停内容服务，变数停止使用，会甲3级警戒公布延长到7月1日。汉堡王是表示，会伫7月13依照指挥中心规定开放内容。另外，未解封了后，百货卖场人员闹人确诊，相关接触人员爱暂停工作。确诊的专柜以9公斤返回来，专柜爱停业，各做消毒。确诊者卡车所牵涉高风险区域，做环境消毒，甲暂停营业至少3天。威风集团是表示，会依照相关规范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对7月13开始会当小可放零防疫规定，亲像台中市政府就要求夜市仔的管理委员会就要送防疫规划内容来做审查，甚至要求夜市仔就要有专人来劝导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另外，伫南投有上界大的观光夜市，也就是草下墩观光夜市，有9成的店家拢表示讲愿意随来开店做生意。时间好亲像规个停落来，规个空影影。南投县上大的草下墩观光夜市已经看无较早闹热的情形。即马中央已经讲夜市会当小可解封，200个摊差不多9成愿意转来营业。目前的话，有登记的摊商，目前有大概9成，那差不多在200摊上下。那因为微解封的关系，我们还是会基于说安全的部分那我们也是会做一个人流控管。比起南投，台中的逢甲观光夜市都无遮尔乐观。原本遮个单位的空间早就叫民众大小车辆规个当作停车格。台中市政府要求全市33个夜市管理会提出严格的防疫计划，除了先书面后现勘这2个阶段审查，都还佫要求夜市爱设置社交距离宣传员，佫随时监控夜市上济会当偌济人。社交距离宣导员他们要有一定的人数在夜市里面进行的这个巡查，譬如说要计算现在这个场域里面大概有多少人数，他们自己那如果说能留2000的，就不能超过2000。去看怎么样去做这些间隔的一个管控。这个我们因为也刚刚收到消息嘛，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要再跟市政府去做一些意见的交换。逢甲这个单商是无看好，小可解封了后，会当随时有生理。还是会有点风险在，因为现在还不是完全都没有人确诊。虽然其中在北部，可能说不定北部人也会下来玩，所以就是要再观察一下。因为你解封的话是也可以啦，可是消费不到那里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没差。道路型的夜市出入口济，都要兼顾往来车辆甲附近徛家出入的需求。伫无公权力斗协助情况下，想要管制人数真无简单。同款是政府的一个解封令，伫无共夜市出现无共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全国3级警戒是延长到7月2日，不过有一寡限制也开始放零了，亲像高中以下运动场开放予民众来使用。另外，室内运动馆也有25%的人数管制，教健身的教练也要经过快筛，才会当甲学员来上课。不过，游泳池、三温暖一寡所在目前是也未当开放。另外，讲到中华职棒的部分相关计划也已经审查通过，希望伫咧7月13会当拍一场无观众比赛。所有门拢关起来，运动场也空，3级警戒期间，民众免进入校园。暗过指挥中心宣布部分管制放令，高中以下学校运动场应提供社区民众运动。民众是真欢喜，暗过依然有一点烦恼。因为大家也关很久了，是觉得可以，但是也是怕说人很多啊，自己保护自己这个部分，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也是要做。教育部表示，学校爱规划出入动线，实验室全部爱挂喙安，民众也爱特别注意，除了运动场、甲附近运动场变数，其他行政教学区或者经济空间、甲游具设施拢暂停开放。户外运动设施设备，例如游具设施或单杠，以及篮球场、网球场等，都
暂停开放。教育部表示，大学校园也同款，另外室内外运动场馆也适度开放。不过，游泳池、三温暖、烘烧啊者暂停开放。入境人数以承载量15%为限。除了实联制挂喙安，也避免骹手去磕到。禁止竞赛、禁止混用运动器具。团体课程甲1对1课程的教练爱挂喙安服务镜，或者是面罩。开学上课进前爱控完快胎。开始前要快筛，然后呢，快筛完的结果，那每隔7天还要再快筛一次。超商或者药局买就可以了。那买了以后呢，那我们的业者啊，他必须要做一个表，到时候我们会去抽查。中华职棒什么时阵开复比赛呢？中华职棒联盟会长蔡其昌表示，闭门开战的防疫计划已经通过 CDC 审批，同意复赛。中职会会马上发函通知各地方政府，目标是7月13如期复赛，是无观众的比赛。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伫6月有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了后，今仔日搁再送113万剂的 AZ 疫苗到台湾。指挥中心除了表示感谢，也强调讲，伫1礼拜内会处理好势，开放予65岁以下第9类、第10类的民众来注意放射。113万剂的 AZ 疫苗顺利为日本运来台湾，完成通关了后，运送到成都进行后续的检验防检作业。这批疫苗是日本继续6月提供给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了后，对家提供的疫苗。飞行机起飞前，驻日代表谢中庭也伫面册抛出疫苗装载相片，公告今仔日的享受是疫苗113万剂，人伫日本，心伫台湾，希望每一档拢受到珍惜。疫苗来台了后，外界关心是什么时阵送到各管区来处理。我们的检验封签当然尽量努力看7天能不能完成。那有时候一些时序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延误或者提早。但是我们这一旦能够把握，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分配的原则跟地方政府来沟通。那也希望尽早能够开始，这一批就会应该是会往65岁以下，可能是第9类、第10类的来做使用。因为第10类是基50至65岁民众，第9类是19到64岁。有高风险疾病、罕见疾病，还是重大伤病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还是 BMI 体重指标大过30的大块的人。也毋过要安怎认定相关疾病，也要由医师列伫病例组诊断中，才会当符合资格。我们还是在这次有递入一些主诊断，然后在去年从去年1月1号起。到今年的5月31号，那有在健保有就医的记录者列入在里面。那当然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了哈，那特殊情况可以经过程序来跟我们说明哈，但基本上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了。指挥中心强调，这批疫苗的有效期到9月底，会以年龄层往下面开放，每一个优先做的人都有一个贡献的人，会针对可能的老高联动性检讨，希望大家体谅。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中央政府要小可放任规定，不过台北市政府郭文德来认为讲，这个喙暗流落来食物件是上界危险的代志，应该爱摆伫上下尾。另外，伊也讲到台北市的病例数有关真济，这礼拜是一个观察期。指挥中心宣布3级警戒延到7月1日，同时也对部分场馆适度放任，有条件开放餐饮内容。台北市具体要安怎做？市长郭文泰表示，爱甲各局处先讨论，佮强调这礼拜是重要观察期。其实这个礼拜还在观察哈，那7月12号事实上离现在还好几天了哈，对我们来讲每一天都很漫长的哈，就脱下口罩吃饭是群聚吃饭是最危险的哈，应该是脱下口罩吃饭还是摆最后的哈，这是我们的想法。台北市府最近针对4606个民众做 PCR， 找到16个阳性，已经透过大规模 PCR 检测，彻底将可能感染源找出来，才有机会真正解封。为传染大患群组案疫调显示，一家3台8人，佮加一个应急义工，9个人拢确诊，往来朋友也可能是接触者。市府为个案就发现，这家伙仔常常去一间便当店借便所，便当店头家甲共大女朋友也确诊。好，有一些他们的家人是会去他们的便当店，好像是借厕所，可能有这样的关联性。那另外还有一个男性的友人，他有一天到我们的环南站来主动来筛检，也发现了确诊。那后来才发现说，他跟这一家人也是认识。
又表示防疫重要关键，台北市为初九开始，65岁以上老大人用注文字疫苗，甲68岁以上老大人同款21用注疫苗。佮第一摆将花圃检验馆列为注射点。官方表示，10日开始邮政柜等方设计疫苗注文系统会上线。未来65岁以下民众要注文注疫苗，都使用中央系统。原则爱全国统一，因为疫苗伫别人手头，无理由家己用一个版本。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跨南市场伫初八有进行第2摆的 PCR 采检，市长关文德伫下晡表示，目前有发现一个阳性个案。负责采检的阿东病院表示，按算伫暗时8点左右，所有结果就会出来啊。台北市的宽南市场初八做全市场工作人员的第2摆 PCR 采检，关文德下晡3点半的记者会讲，伫已经检验的检体当中有发现一个阳性的案例。今天早上从6点半一直到下午2点哦，已经筛检了2422例，那到现在为止还在跑 PCR 的检测了哈，不过已经有发现一位是阳性的，但是他并不是里面的摊商了哈，是外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负责检验的新北市阿东病院出动55位医护人员，早时5点50采检到下晡2点，按算暗时8点，所有的结果就会筛出来。5点钟从医院出发，那我们大概5点50分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批的筛检，那在6点半的时候大概已经筛检了600位左右。我们目前大概收集到500个检体的时候，我们就送回去，所以第一批的检体在早上7点不到的时候就送到医院。郭文德讲，今日开始为宽南市场的工作人员做证件，要甲悠悠卡甲健保资料库连接，就会使快速掌握每一个人体检甲疫苗接种的状况。按算7月15开始使用，其他台北市的市场嘛会开始建立资料库。记者郭北根郑派文台北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到新北市。新北市伫今仔日有6个本土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讲，面对疫情，犹原是爱正认真。另外，针对着中央宣布3级警戒有一寡放任的措施，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讲，会有更较有路的办法，爱民众来遵守。另外，双方两位市长也拢讲到，65岁以下民众未来若准备登记做疫苗，拢用中央所开发的系统去登记就会使啊。新北疫情缓和，但是确诊人数仍是达到个位数。初八增加6例确诊，一名感染源不明，有待药到追查。针对中央延长3级警戒，定指引放任部分措施，侯友宜提醒民众维持戒毒活动。新北市也将公布相关细节。我们地方会了解中央的指引以后，如何做出把防疫守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希望把这个细节，今天中央刚公布，我们好好的详细做一个讨论。新北社区体检站1礼拜内2度体检零阳性，侯友宜强调，这显示公体发挥功能，代表新北有效控制稳健的传播链。另外，花都感染源的调查进度，新北市卫生局强调，加强园区合作，阻断传播链。新北跟桃园呢，都非常努力的在进行疫调。那我们的资料呢，也都会互相的告知，设法呢想要厘清这个感染源。另外，新北市宣布12开放第2阶段67岁以上长者做疫苗，第3阶段会开放65岁以上长者，也有政府东方的疫苗预约系统，今时甲新北市系统相用。新北市回应2个会有所分别，65岁以下预约采用中央系统为主。在60岁以上的部分，我们先会按照目前的系统把它这个施打完毕。那目前如果剂量不足的地方，我们会请中央一定要补足。至于65岁以下的，我们就会依照中央唐凤政委的系统来做合作搭配。台北市长郭文德指控参加宽南市场记者会是好设计，对此侯友宜避谈。针对是由副市长刘浩然向中央提出4项建议，认为疫情无应该用政治思考操作，应该利用疫情好缓期，检视医疗量能，检讨3+11决策是安怎无调开会期，甲建议中央参考新北地区防疫中心的成果，佮呼吁中央协助民间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屏东Delta变种病毒事件。虽然今仔日无增加病例出来，不过最近有确诊者可能是送去一中检疫所的车顶去互喂着病，所以隔离时间就要延长到7月70。不过，真有人出来亚讲，防疫专家根本就无假帮，只有浪为济尔，恐惊这病例会继续逼出来。
屏东县政府的防疫马术顶，民众挂喙安保持梅花座，互隔离的人指控车顶甲梅花座无隔帮，防疫的做法伤灵，而且车顶有的人原本已经解隔离，还那测出阴性，所有人要求爱搁隔离10天，这个防疫马术变作新感染区。就是就太平洋州人都蛮多的，他就是没什么反应，太近了，而且我们都在聊天。别车的已经有了男婴，他会被带回去隔离上。县政府讲，最近印度Delta变异拄较近的14905、153加15184，拢伫6月26日共一撮防疫马术，也可能共车群聚感染。所以迄个时阵，坐车人虽然讲有人30号到居家隔离满14天，爱为26接触迄天开始算，佮重新调回采检了后隔离14天，等于是爱到7月70。为防堵疫情采取加严措施，就已解除居家隔离者，召回疾检所计有9人，并进行采检，结果均为阴性。县政府回应，最近Delta确诊病例有可能防疫马术原来有传播风险，而且会将共车人拢延长居家隔离。为着因应疫情，恒春中原骑高坪活动，虽然伫2007年转型了后，当年拢办，却因为疫情影响，决定今年停办。敢若保留传统的祭典科仪，也甲静态的画图比赛，才会袂群聚的小型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台湾友邦海地的总统莫伊士伫初一半暝去互刺杀身亡，这4名杀手当中去互枪杀，另外也有抓到2名凶手。海地临时总理也宣布全国戒严，另外也有媒体报道讲，杀手是美国追查毒品的人员，毋过美国无承认这款的讲法。国际社会也拢谴责刺杀行动，美国是呼吁海地9月大选就要照常举办。半暝啊，小电视唱声，海地总统莫伊士初一互刺杀身亡。画面记录着疑似凶手就伫莫伊士住的所在外口准备行凶。海地警察局长表示，警方甲杀手集团交战，有4个人互打死，互劫持的3名警员获救，2名杀手了后也互逮捕，街路全面封锁。U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ême nous avons un problème avec elle, mais nous ne pouvons pas souhaiter ça, nous pouvons souhaiter la mort quand même. 当地媒体报道，莫伊士就12称第一夫人马婷也伤势严重，目前已经送往美国迈阿密治疗。接管国家的临时总理乔赛德宣布全国戒严。有媒体报道，杀手家己讲是美国缉毒局人员。美国甲海地驻美大使艾德蒙拢否认。艾德蒙表示，这是一场职业杀手精心策划行动。Kita parle anglais, tak espagnol. Yo te gagné gros armes fan en mer. Qui tué président république. They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DEA agents just to carry out the dirty mission. 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甲附近国家多名2家总统拢对这个事件表示愤怒。联合国安理会初八要紧急举行闭门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声明，以上强烈的言辞对刺杀莫伊士的行为表示谴责。美国呼吁海地维持今年9月总统甲立法选举。The Secretary General calls on all Haitians to preserve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remain united in the face of this abhorrent act, and reject all violence.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continue to stand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Haiti. 海地伫2015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也毋过因为存在选举作弊，第2轮投票一直延到2016年11月才会当进行，由莫伊士胜出。也毋过反对派指控莫伊士应该今年的2月初7落台，却照着刑事法令统治无受监督，要做总统一直到2022年的2月，想要独裁。此外，莫伊士提供枪支甲金钱予乌都，伫当地也引起民众抗议，要求伊辞职。一连串混乱也予国际烦恼，可能引起一场外国占领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海地总统去互刺杀身亡，这敢会影响到咱台湾甲因的邦交呢？就伫咧遐驻守的前海地大使表示，海地含咱已经有65年的邦交，目前因国内混乱会先稳定国内局势，对咱的外交是无啥影响。另外，中国对海地也无啥兴趣，咱甲海地邦交应该是袂受到影响。咱国友邦海地总统莫伊士初七被刺杀死亡，第一夫人原来伫即届受伤。总统蔡英文伫 Twitter 写文章表示，代表台湾人民甲政府表达哀悼，祝福第一夫人早日康复，并伫即个艰难的时阵，甲朋友海地徛做伙。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打电话和新任的海地驻台大使潘温表达哀悼。根据我们驻海地大使馆掌握，在海地的国人跟侨胞都平安。外交部我们会持续密切的注意海地的政局后续相关发展。咱国甲海地建交65周年，关系正好。总统蔡英文伫2018年捌以隆重的军礼欢迎梅氏翁仔某来台湾，感谢海地长期支持台湾的各项国际参与。2019年，蔡英文自由民主永续之路有到海地，梅氏亲身来接机。双方要推动强化海地的电网系统计划，也毋过因为海地当时政局无稳定，蔡英文敢若停留4点钟就离开。Aussi interpelle-t-il tous les Haïtiens, quelles que soient nos idéologies particulières, pour transformer notre pays en un havre de paix et en un environnement stable, pouvant attirer les investissements directs étrangers. 前驻海地大使杨成大使分析，海地甲咱方邦交稳定。即马当地政局正乱，佮加上北京明显对海地无兴趣，外交关系应该未受到影响。那今天来看起来虽然情况比较差，可是呢，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吸引力可以说是更薄弱了啊。我认为他不会是因为这个海地政局不稳了，然后呢，特别呢希望能够对这个海地，不论是这个威胁或利诱呢，来促使他这个转变方向。杨成达认为，海地甲美国地理位置正歪，美国袂见在当地政局继续乱，会适时出手。台湾援助当地真侪项公共建设，民间也对台湾不利有好感。中国这几届并无真积极对海地布局，也会因为这届梅氏被刺杀，就做出真大的反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韩因车杯搁再增加1200多人确诊，目前南韩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趋势。首尔地区也施行社交距离措施1礼拜，因为总理金富谦表示，上紧伫11会来决定讲，敢要甲首都地区的防疫级数求到上悬，也就是第4级警戒。南韩车杯新增加确诊1275例，创下疫情以来单日的新高，也打破去年12月第3波疫情最高确诊纪录，也是头一遍连续2天新增加1200例确诊。第4波疫情真正来啊！ 오늘 하루 확진자 숫자가 1275명으로 국내에서 코로나19 발생 이후 최고치를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걱정되죠. 무섭고. 그리고 계속 출퇴근은 해야 되는데 대중교통으로 출퇴근해야 되니까 뭐 어떻게 하면은 좀 괜찮을지 걱정이 되네요. 这边确诊病例当中有1227例是本土个案，其中首尔首都附近就有994例，占81%，大部分是20至30岁，还未注疫苗的少年人。 包括着金鸡岛几多间英语补习班群聚感染，也甲如意岛一间餐厅的群聚案。另外，伦山陆军训练中心的群聚案，累计是有53个人感染着。 이에 정부는 다시 한번 일주일간 기존의 거리두기 체제를 유지하면서 추가적인 방역 조치 강화를 통해서 확산세 차단에 최선을 다하고자 합니다. 首尔大都会区即卖社交距离做法，包括禁止4个人以上的私人聚会，餐馆暗时10点了后袂使营业。总理金富谦车杯早起进一步表示，上紧伫11来决定是毋是将首尔大都会区4区内防疫的最高等级提升到第4级。到时阵暗时6点了后，私人的聚会上济会当2个人尔。最近南韩Delta变异病毒确诊增加真侪。 政府持续伫关注疫苗，当局统计，目前差不多有1544万，差不多30.1%的人至少注过第一剂，549万，差不多10.8%的人完全注完。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目前，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伫初七已经超过4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死亡人数可能比统计数字会搁较侪，呼吁世界各国千万唔通放任，也是强调讲疫苗着大家爱平均来分配，大家才有法度来渡过难关。 万众的全球抗疫大作战，如今正值疫苗甲具传染Delta变种病毒的竞争，也显示贫富差距。
疫苗欠缺的非洲、南美洲甲东南亚，随着Delta变种病毒滚价，疫情加速恶化，全球占着死亡率上悬的国家秘鲁，就一成人口完全做疫苗，3200万人口就2600多个加护病床，医护平均一人照顾10多个重症患者，每天拢悲剧发生，个患者忧郁自杀。Él me decía, nos tienen botados todos los días, no nos hacen caso. 甲南美洲同款占死亡病例真悬的印度，肺病性的第二波疫情夺走23万人的性命，死亡总数有40万。虽然高峰已经过，目前每天平均1000人死亡。国际专家普遍认为严重结果，疫情严重1年，也甲2个月前的印度同款，上诉真欠缺。顶一周末一间病院上诉用尽，致数至少33个重症患者死亡，总共死亡病例超过6万。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这次在瑞士日内瓦记者会宣布，全球染疫的过身的总数超过400万。佮强调世界拄在疫情的危险时期，伤紧解封放零有风险，也呼吁疫苗平均分配，因为达到全球免疫，爱110亿剂疫苗。在各国已经做的30亿剂疫苗当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无到2%。The variants of concern. The u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access to vaccines, some high-income countries letting go of social,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measures. That is a toxic combination that is very, very dangerous. 澳洲也是疫苗普及率偏低国家，第一大城雪梨车被增加38例确诊，是今年以来一天新高。新南威尔斯省这次宣布，雪梨甲周边地区封城措施延长1礼拜到7月16日，也要居民尊重封锁规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讲到目前咱国内当日放无成果的店家有1800多间，是有史以来上届济间的。如今也有21000多人伫咧放无成果，是这10年来上届悬的数字。目前上届严重的有关是饭店加餐饮业，特别是伫咧学校附近的店家，停课了后拢无学生来交关，真侪店家拢先休困，希望会当渡过难关。文化大学附近的商店规个店自治，对着本土疫情5月爆发，会当讲提早休热，敢若剩少数的餐饮店还搁伫营业。我们也没有 Uber Eat 或是 Foodpanda 可以去跑这样子，所以其实做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剩一些外籍生，马来西亚的、印尼的、香港的同学在这边而已。然后，所以有一些店他们就觉得，因为还要付房租什么的，然后所以他们就选择不要开。这间真出名的牛肉面业者，都惊讲加做加料，改做敢若袂中昼的时间，下晡2点左右都提早休困。对，已经不是赔本的问题了，多准备根本是卖不完啊！原本是有工读生，可是我6月的时候跟工读生讲没办法，这一波真的撑不住了，所以暂时就先缓着吧。对，就是留我跟我老婆自己这样先撑着。大部分的大数餐饮业，等还未解封前，就已经先缩减人力，节省开销。劳动部七月公布最新的无薪假通报，企业比顶礼拜一时增加3成，达到1883间，比2008年金融危机586间企业放无薪假，佫悬出3倍。劳假人数是21133人，还未打破2009年23万外人的纪录。只不过这原来佫创下10年以来的新高纪录。影响最大的还是住宿餐饮业。那住宿餐饮业的部分达到有9000多人，这个情况增加了5000多人。那劳资双方走上减班休息，那歌也不能唱了，这是属于被停业的 KTV 都在里面。劳动部宣布纾困告加钱，扩大4月份任何一天有参加就业保险的，投保月薪伫24000块以上，34800块以下。伫5月甲6月，全月薪比4月份受雇伫同一个雇主，薪资减少达到20%以上，而且受影响的迄个月月底还佫在职，会当申请一改性的纾困金1万块。也毋过无薪假的劳工，连做5月甲6月已经有领薪资差别补贴，也是讲有进修补习的津贴都无列入补贴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宣布，店家对7月13日开始，若遵照5大防疫措施，让维持菜价帮保持用餐的距离，人客就当伫店内面食物件。真侪业者拢真期待会当开店做生意。
英国人山人海，新北市新坑老街，即马乌托摆拢通直接2入去。透中昼来遮包物件的人也无多。3级警戒过外过，一听到中央宣布会当小可解封，伫咧老街业者表示，等一天已经等足久啊。解封我们当然是蛮期待的啦，但是又很怕说这个疫情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做好需要该做的准备。我们是应该还没有打算给人内用，要等那个完全好的时候再说啊。也有民众是认为，要未完全解封进前，要是会包登去家。我是觉得，如果说都普遍都有注册疫苗的话，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放心。市教署公布餐饮业防疫管理5大措施，餐厅若要让人客伫内底食，一定要有隔板，每回座要维持1.5公尺的用餐距离。也若内场的工作人员要加戴帽仔，外场人员也要加挂面罩，加强消毒。也调整供餐的方式，请尽量以个人餐。如果是要有一些合菜的话，那希望有专人可以服务做分菜。市药署强调，准若有人客或者是店员确诊，店就要休至少3天，但日就要消毒至少2摆。恢复营业的11天内，也简单互人客包登去食。记者闵振李何凯新北报道。最近有一寡夜市啊、大道啊解除封锁啊，亲像高雄的瑞丰夜市，进前才拄恢复营业。另外，已经停业2个月凯旋青年夜市，今仔日嘛宣布讲要伫17来恢复营业。不过出入口会减少，剩3个，目的就是要管制人数进行实验制。来到凯旋青年夜市啊，零零清清，遮拢总650单，已经2个月无营业，因为最近咧讨论放零解封，业者等袂落去，夜市啊准备17号后礼拜6开口营业。这种微解封的部分，很多像那个百货还有玩的，他们应该都没有办法去做，只有吃的部分，如果做的话，也大概有看有没有2-3成的摊商出来做。因为规个凯旋青年夜市啊有12000平，范围真宽。经发局人员嘛会同警方来到现场勘查，了解夜市啊若是开口营业，根据中央的办法，要安怎管控人数？简化出入口哈，到时候我们整个17号的场地会变成单一的出入口。那这个部分除了业者他们自己的进场的一些管制、量体温、执行10连制哈。到时候也麻烦我们的前镇分局协助我们做一些人流的一些管控。其实高雄瑞丰夜市顶个月就先开扩营业，目前敢若3成出来摆摊，人客嘛差不多2成，生意无好。凯旋青年夜市啊，遮的业者客诉群停业2个月，要是希望先恢复，才豆啊等全面开放。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昨有发生真侪届地震，特别是花莲地区，小连续有15届大小地震。气象局地震中心表示，昨暗7点外含初8早起6点外的地震，规模拢有5.4以上。气象局也表示，讲未来1礼拜可能会再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原本恬静的画面，熊熊煞一直海。无论是天棚顶悬的吊灯，也是讲这个水族箱，规个拢安尼抓咧带。花东地区最近常常出现地震，伫个初7的暗时7点外出现规模5.4的地震，结果吉安乡一大片家厝，规个玻璃逼甲亲像蜘蛛网安尼。我还以为平常那样子小晃晃没想到今天的地震超大。花莲伫个初7的暗时一暝地震真侪摆，地区有部分的建筑拢受到损害，亲像花莲市中山路旧车头邮局和隔壁这个店家，初8早起，互民众发现讲，伫个壁甲壁接旁有出现真侪阿妈土角落落来，早早无去喊着人。现在就把这个他们的水泥块先集中，到时候我会先把它处理掉。第一个主震发生是在昨天傍晚的时间规模5.4的地震。早上6点11分的时候它有一个规模一样也是5.4的，是有双主震的趋势地震中心就讲，这个规关的地震到目前为止累积已经有15摆了，有2个规模比5较大，5个规模伫个4至5这卡刀的地震。其他的地震嘛，拢伫个3至4中间，主要原因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来相碰，而且伫个未来1礼拜中间，嘛有可能来发生规模4至5的刷尾地震。这一次
次的地震它是在断层的上面，地壳里面，它不是一个主要断层在。2天前其实寿丰这带有一个地震，是属于中央山脉这边的地震。今天这边一群地震属于海岸山脉这边。气象局甲学者讲，这地区较会来发生地动，比论讲，伫6月同款的所在就发生规关的地动。这是因为破碎的所在，因的能量较袂立即，所摆这个规模6以上的地灾性的地动发生的几率就较低。不如个气象局讲，这个所在有山有土，伫地动了后，若是讲落大雨，也是讲做风台，就较会来引起水崩山土石流，民众就要特别来张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个月30，中华交友大楼发生火灾，检方车牌也登到火灾现场会同带电的人员来看这场火灾，敢是有人放火，也是烧拍电线引起的。另外，受伤的消防人员也拢出院登记休养啊。检方目前也根据监视器画面，甲有问题人找来调查。检察官会同带电人员进入中华交友大楼，厘清职情，也详细查看电路甲电表，了解防疫旅馆用地情形。顶个月30，中华交友大楼大火造成4个人死亡。检方表示，已经扩大调看监视器锁定对象就会有谈。不排除说可能啊，只要是疑似为人为，包括故意或者是过失的可能性，都是检察官调查的重点。没有完全排除了，还是在过滤可疑的人，还是有在过滤来。迄当时，共款也进入高楼防疫旅馆的受伤消防员，但又回经过收养了后，才去出院。讲起迄当时，因为氧气用了，掉伫内底，最后防救出来。也毋过，共分队队员陈志鹏却不幸殉职，伊的情绪也是真无好。是先找一间房间待救。那时候我大概还有一些气，然后我就说我去找窗口，然后结果我也迷失方向。交友大楼防疫旅馆的洗菜负责人已经几下摆互检方传唤说明，也毋过伊强调，导火点无伫防疫旅馆楼层，当时是以消防员指示要求住客毋通出外。导火点的2、3楼长久以来较无管理，可能安尼就成做消防安全的空棚。2、3楼、4楼防火门都坏掉，他们各家所有成人没有去整修，是它影响到你楼上。对，那个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的状况。那个检调单位还没有定案。蔡警方强调，家己也是受害者，认为调查方向无应该只针对伊。检方表示，因为大楼监视器死角侪，目前已经扩大调看4个位道路监视器，甲约谈迄天出入大楼的相关人员约20人。市政府也是用电引起火警，也爱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全国3级警戒假期市内3个观光夜市对5月15停业到单，主题会也希望讲7月12过后有机会开店做生意。市政府今仔日嘛派人去到现场会勘讨论。夜市主题会代表甲市府人员讨论防疫规定，家己是3大观光夜市甲店头，希望7月12未解封，会当符合防疫规定，重新开始营业。路口吼，拢要派人伫遐管制啦。啊，但是这经纬拢总开起来，可能要是30万。采取就是社交距离的安全的用餐环境然后还有我们外带的动线都有做这样的规划。夜市啊做生意的档啊店家为着未解封嘛开始做准备，表示应该爱有设备甲规定拢会配合。不过针对夜市出入口管制部分，主题会嘛希望市政府会当斗3工。我们有隔板把它隔开。然后就是进来酒精消毒量体温这样。比较协调。人数差不多爱偌济，由阮的保卫和市政府大家来配合。嘉义市建设处表示，配合中央的指示，出入口甲档的是连制，虽然面大食物勘挂、社交距离等等的要求拢爱落实，会针对主题会搞的防疫管制措施设计书甲计划来评估，尽量辅导摊商甲店头会当符合营业的防疫规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热天时啊，日竹笋当咧大出，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关系，真侪餐厅拢是渐车休困。有真侪日竹笋煞销无路，最近业者就利用真空包装，甲青的笋啊放起来，延长保存时间，日后才慢慢来销。日竹笋的口感是又搁甜，伫小热天气正适合做冷干来食。5月农民开始采收日竹笋。煞因为全国3级警戒，影响市场和餐厅的生意，农民的日竹笋是踮集会场内销无路。
餐厅的部分就是一面倒，一面倒也是说这个要3级要解除啊，才有办法餐厅的生意恢复起来。我们这个绿竹笋也是针对的也是餐厅那部分，它需求的量比较大。为着卖互农民的拍拼，就安尼乌有去。台中摊主有一会场业者将绿竹笋加工做真空包装，方便料理也延长保存期限。过去竹笋拢是碳青直接送出去，即卖业者主要改做真空包装的方式来做买卖。现挖现煮，绝对品质会很好，而且甜又嫩。现在的疫情真的很严峻拜托各位乡亲一起来挺农友。国内本土的真菌价，农民真无简单，才等到收成，作物煞销无路。现时不管是变巧转型做加工品，也是利用网络平台做买卖，拢希望会当伫疫情期间添销路，加减赚一寡收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国宝鱼河鲱，伫去年有做过调查，已经有超过12000尾，其中合欢溪就要到有5000尾啊，这数量是有史以来上界多。雪霸国家公园表示，河鲱族群有稳定生团出世。护育人员骹手非常细致，这所放流的拢是国宝鱼樱花顾问龟，细只鱼仔入到真清的溪内底，活力是相当好。而所放流的合欢溪环境相当符合护育的条件。小心保育嘛有成效，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2020年对着野外族群数量来进行捕捉，整体达到12587尾。数量是历史新高，其中过合欢溪增加的数量上侪，数量敢若比七家湾溪较减一丝啊。这一条溪流有樱花顾问龟其实太少了10多年前陆续在宜兰的罗叶尾溪，然后在台中的乐山溪，107年在南投的合欢溪，我们放流。雪霸国家公园指出，透过甲太鲁阁国家公园跨越来合作，选定合欢溪进行放流，互健康的族群慢慢扩大，毛数量达到4650尾。而目前上湾市的起地七家湾溪数量就6700多尾。学者表示，合欢溪条件真适合，因为干扰上就较少是主因。食物啊、水虫啊，这个藻类的供应这个无虞所以这个合欢溪它基本上就是要等同于或者是类似于这个七家湾溪这样的环境，它才有办法能够让鲑鱼能够在这边成长。林县主表示，真欢喜看到族群的数量愈来愈大，不过目前只是回到同齐时起地上原始的族群数量，而河川毛容纳量，如果若是会稳定，以自然方式愈来愈多，以及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后续的成效将会愈来愈好。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国家太空中心去年有参与日本的太空计划，把4种菜色菜籽送上太空。经过200多天了后，今夜回来到地球啊！未来这寡菜籽也会送予学生囡仔见看卖，了解到太空环境对食物有甚物款的影响。小小的台湾地价是头盔者经济看起来真平凡所重要任务。国家太空中心伫去年参加由日本主导的太空经济亚洲未来计划，将几种食物的经济送去太空旅行。待了大概200多天，那有3个国家总值大概只上面待了30天，他们的环境是无重力的、辐射的效果，还有在发射过程中所遭遇的太空的环境的改变。过去送过太空的种子来说，基因诱变的一种可能性啊。也不见得是第1代，也有可能发生在第2代或第3代。经过200多天，这经济按算伫初八暗时重回地球，后续会为美国转去日本，搁送回台湾。另外，经济伫太空甲地球环境会出现什么款的成长差别，各国家学界拢真关心。目前规划要评选学校予学生来种，其中其蝴蝶兰是予高中职，环境甲日头花是高中。日本提供无去太空的田螺乐，会由国小生来种。日本太空人野口呢，他在太空站种植的这个田螺乐植物呢，其实生长状况是蛮不错的。我们透过这个国小的学童呢，他再来种植这个未上太空的一个种子，进行这个地面跟太空的一个比较。
因为一只太空人也靠冲去，几个月伫太空舱已经实施1个月天罗热甲圣罗热在情实验，所来去学生应用普通经济成长做比对，伫协助实务相关研究的同时，推广太空科学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科技大学的学生有用一堆外来种的树仔和一寡废弃的材料，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棉花刷，有循环经济精神。咱做回来了解。为着减少农林资源的浪费，屏科大木系系学生高诗文甲柯宏儒，伫教授的指导之下，甲对台湾生态造成威胁的外来种草青仔和废弃的插头对参，做出民众饲鸟仔时上接用到的鸟仔刷。农林的产业其实，除了生产之外，很多的剩余的资材也必须要加以利用，这一块叫做循环经济产业。银河汉在这几年，它对于就是台湾的经济效益不太高，而且造成地方危害，所以我们结合了现今对于宠物的爱与需求，将它制成猫砂。学生表示，对鸟仔刷的箱仔也有特别设计，鸟仔刷的用料，消费者会当甲箱仔凹做鸟仔收。这毋若改变咱物件用料就等稀释的习惯，也互生活资源会当个循环再利用。它的包装可以结合猫，那使用完毕之后，你可以把它组合成一个喜欢的样式，那它会成为家中专属的猫咪游乐园。学生以循环经济概念开发出鸟仔刷、鸟仔收等等的产品，甲采落来的草青仔搁再利用，毋若减少外来种过头济的问题，搁会当消透农林废柴的浪费。这款环保产品未来应该也真有机会会当伫市面量产。记者综合报道。这转会伫最近有发表一本新册，内容是收集白色恐怖时期背后解说文的相关档案，要互大家了解迄当时大法官是安怎对政治法的判决做出解说。册名写着“奉命释法，大法官甲转型正义”，这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最近所出的新册，嘛是第一本台湾社会针对白色恐怖时对几项重要判决的解说内容，亲像大法官是啥人，过程安怎形成，做头一摆公开。在各界努力之下，司法院终于把这些档案移到档案局，那它是政治档案，把所有的这个档案都做公开。促转会表示，这本册整理甲延续去年举办检讨会成果，只不过迄当阵大法官的名还未当来公开，而且因过维权时期，大家对军事审判也阁有改检后的政治犯的上诉等等，拢敢若知影结果，唔知影产生的过程。这本册会先公开8月号大法官解说的内情，未来阁有80几号的解说，将会透过各种的方式向外界来公布。未来的话，因为还有更多号解释的档案也已经移到档案局，可是因为促转会是一个任务型的机关哦，所以我们会是希望说把这些档案全民都可以使用。那后续的研究不一定是由促转会来做。促转会表示，现阶段就是互一寡档案更加透明，另外考虑防疫。促转会按算车集。用线顶的方式来举办新册发表会，透过专家学者的讨论，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对民主过程的影响。最近嘛会甲数码册放伫网络。记者陈亚文调随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